时间到啊，咱就开始今仔日台语文社的台语文课程。今仔日要讲的题目就是台语韵母。韵母其实咱顶摆已经有讲过上基本的，就是基本元音有6个，唔知影大家还会记住无？就是a、e、o、u 这6个。但是要家记起来有一句口诀，就是讲有、o、a、无，这就拄好是6个字，就是6个基本元音。当然这6个基本元音会当做一种组合，像讲若是甲甲 e 斗起来，e 就是 i， 若是甲u 甲 e 斗起来，u 就是 v， 像安尼，就会当自由家己斗做伙，就变做另外一个声音。今日要讲的就是搁较复杂一点的韵母。第一就是片音，台语片音有4种，这4种就是甲这基本元音是讲元音的组合后壁斗一个片音，这片音若是后壁加 m 加的音，就是一种关喙的片音。若是后壁是我若是用来举例用若是斗一个 m。就是这个音，若是后壁是斗 n， 就是无关喙的片音，若是斗 n 就变做安。后壁若是斗 ng 就是的音，像讲昂就是昂的音。上特殊的这种音华语内底是完全无的。所以若是完全袂晓讲台语的人拄着这种音会较歹发音，较歹想象。这是啥物意思呢？就是一个 n 跟2个 n 是无共款的音，完全无共款。一个 n 就是干那这种无关系音。但是2个 n 是啥物意思呢？n 的意思就是这个字3个锅贴、尾韭菜、拢有片音。好，我知。自头到尾拢片音，若是有一个若是斗 n 是安，若是斗 n， 就是叫做这种声音。我感觉有一种较好记的方式，就是虽然华语内底无这种的这种音，毋过咱其实因为华语有受到台语伫台湾华语有受到台语的影响，所以咱会有讲一寡声音，其实是这种的音，但是咱家己毋知影尔，嘛毋知影要安怎家己写出来。像讲咱别人咧讲话时阵你听袂清楚，你毋知伊咧讲啥，你就会家己问讲这种声音这个音你用华语写，你无论你写啥物字，这个字拢无法度完全表达这种声音，但是你用台语拼音去写，你有法度家己写出来。伊的后壁就是2个 n， 这就是的音这种音就是自头到尾拢有片音，就是这种声音。后壁到 m 的就是的这种音的有啥物？像讲到 m 就是男性的男，e 加 m 就是阴，变做心中的心。o 一个 o 是发做但是 o 若是到 m 就是 om 咧，om 咧是共款，有人讲 om 咧 om。若是到 m 就变做yam，会闪的闪，就是这种声音。所以音 om yam 这4个。过来是 n 的这种音，这个就甲华语较共款。若是到 n 就是安蛋的蛋，e 到 n 变做身躯的身，u 到 n 变做是温暖的温，u 到 n 变做弯弯翘的弯
到 n， 这个就较特殊的，这个爱特别讲一下。到 n 啊，理论上伊就是爱发做烟这种声音，烟烟。也毋过啊，因为烟这种声音嘛较歹发音，所以后来啊，大家咧讲话时阵讲惯势就愈讲愈烂，发一种烂音，较烂。烟就豆豆啊变做烟，因为烟较好发音。啊，烟个讲咧，就变做 n， 因为 n 讲起来佫较简单。所以即马无论你是讲较传统的讲烟，讲烟，还是你讲 n， 这三个拢对。即马讲 n 的人较济，但是无论你讲倒一种啊，你咧拼音写字的时阵，你拢爱写做原本的，就是爱写做烟，就是 ERN， 就是 IAN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会感觉明明我就是发做 n 的声音。为什么写出来的爱写 IAN？ 这个 n 故是安尼，就是因为古早是安尼发音啊。咱写字时阵无改啊，毋过口语的声音已经有人有改，有人无改。啊，但是因为大家写共款，才看有，所以拢爱写做 EAN， 就是 EIAN。所以就是安、因、温、弯、烟。买当讲烟、n 三种拢会使，烟就是先生、先生、三种拢是对的。好，过来就是的音，若是到就变做昂、红色的红。若是到就变做英语的英，一个若是到就变做翁，讲话的讲。若是到就变做央，相平的相。用，若是到就变做用，上好的上。翁、用、翁、央、用，这五个。过来就是较歹想象的，就是的这种音，这种音。若是到两个 n 就变做毋是安咯，就是花骹的骹。有两个 n 就是牌仔的牌。若是到两个 n 就变做婴仔的婴。若是到 n 两个 n 就变做边仔的边。若是到两个 n 就变做声音的声。若是到两个 n 就变做羊的羊。若是到两个 n 就变做困的乌。若是到 n 两个 n 就变做山，爬山的山。若是到两个 n 就变做怀直的怀。所以这两个 n 加一个 n 是完全无共款哦，两个 n 就是一个字母，就是代表讲这个字自头到尾拢爱有鼻音，毋是到尾才有一种 n 的声音哦。所以这i、a、i、呀、u、o、y，安尼，这就是两个 n。过来共款甲顶摆共款咱来做一寡练习。
这个练习吼，就是因为即摆这第一个主题就是咧讲鼻音，啊鼻音有4个，就是后壁到 M 的、到 N 的、到 NG 的、到 NN 的，搁复习一摆哦。你听到一个字有鼻音嘛，有关喙的，绝对后壁就是有一个 M。啊，一般无关喙，你若是听到 N 的声音，就是 N； 听到 N 的声音，就是 NG。啊，若是听到即个字啊，自头到尾拢有鼻音啊，就是 NN。有这4种。安尼咱就伫下骹念的时阵，你听到写，就甲下骹韵母写出来。记咧2个，一个是会生，空喙的生的生，听到生啊，伊的韵母就是伊即种声音，伊啊伊是自头到尾拢有鼻音，所以就是 INN。TO 音音啊音的声音有关喙，音有鼻音，所以就是伊安尼 I 到 M。好，下骹有10题吼，有白纸会用摕出来，咱会用写看卖来练习看卖。第1题，会筋的筋，会筋的筋。第2题，精神的精，精神的精。第3，牵鸡的鸡，牵鸡的鸡。你牵鸡嘛有人讲牵鸡啦，即2个音拢是会使。毋过我即马是讲牵鸡，所以请大家先用鸡即个音，甲伊的韵母写出来。第4，柑仔的柑，柑仔的柑。第5，張池的張，張池的張。第6，衫褲的衫，衫褲的衫。第7，無形的形，無形的形。第8，無樣的樣，無樣的樣。第9，跩着，跩着。第10，雞影的影，雞影的影。好，若是大家拢写好啊，咱就来看答案。会筋音是 N 的音，所以就是后壁到 N。精神精是 N， 所以就是后壁爱到 NG。牵鸡即种声音嘛，就甲哈即种声音较像，所以就是伊是自头到尾拢有鼻音。柑仔柑喙有关，所以一定是 M。张池张嘛是自头到尾拢有鼻音的，所以是张伊有加2个 N。衫裤衫嘛是自头到尾拢有鼻音的，即种声音对到2个 N。无形是 N， 所以就是到 NG。无样嘛是拢有鼻音的，伊有样，所以到 NN。第9，跩嘛是自头到尾拢有鼻音 IY， 所以有 IE 到2个 N。鸡影影伊嘛是自头到尾拢有鼻音的，所以是影2个 N。好，过来就是入声的韵母，这嘛是伫后壁倒一个符号，
了啊改变伊的声音。啊，啥物叫做入声？入声的意思啊，就是爱甲声音收起来。举一个例啊，若是我原本是讲啊的音，啊的音嘛，啊就是足长的。啊，我有啥物方式会当甲即个声音收起来？有甲声音收起来就是入声。我若是到 H 的时阵啊，到 H 其实 H 是一个无发音，其实就是无发音的意思。但是啊，我就袂当甲即个声音发伤长。若是 A 到 H 变做 AH， 啊就变做啊，伊就较短啊。啊，喙形无改变，喙齿的所在嘛无改变，这就是第一种入声，就是到 H 的啊变做啊。啊，第二种啊，若是后壁到 P 的这种声音，就是爱关喙，所以若是我用关喙的方式，甲这个声音收起来，啊，这嘛是一种入声。原本是啊，若是后壁到 P 就变做啊。啊，伫遮的其实虽然有写一个 P， 但是因为台语甲英语是无共款，英语你若是倒一个 P 啊，有当时咱会甲这个 P 的啥物发较长一点啊，发较明显一点啊，讲啊会讲 up。但是你若台语看到 A 到 P， 你袂当讲 up， 你爱讲 up， 喙的形有出来就好啊，毋免甲即个的声音发伤长，发伤出来，就是 up， 喙关起来就好啊，就是 up。后边若是到 T 啊，发 T 即个声音的时阵，咱会当注意一下，咱的喙齿是伫倒位。咱的喙齿啊是伫较头前，是用喙齿的头前，碰到咱的可能顶悬门齿的后壁，即个所在，即种声音。所以若是原本是啊，后壁倒一个 T 就变做啊，啊共款咯，咱莫发做啊，爱讲啊，就是喙形、喙齿的所在有够就好，毋免甲即个声音发伤长、发伤明显，就是啊。好啊，后壁到 K 啊，嘛是共款，就是咱发即个声音的时阵，其实是用喙齿根迄个所在咧发音，所以啊，若是后壁到 K 就变做啊。啊，共款是用即个喙形、用喙齿，甲即个声音停落来就好啊，毋免甲即个的声音发伤大声，就是啊变做啊。好，后壁到 H 的像讲，原本是啊变做啊，啊的啊 ，A 到 H 变做 A， 拍 A 的 A。E 若是到 H 就变做 E， 四若会四，啊到 H 变做煞色会色，啊若是到 H 就变做竖讲会竖，所以 H 佮讲一摆就是喙形无改变，但是爱甲声音发较短咧，发较轻一点嘛。这就是到 H 的入声。当然一寡韵母的组合嘛是会用到 H， 其实所有拢会用到 H 啦。AU、凹到 H 就变做凹，冒喙的冒。压到 H 变做压，恰压的压。U 到 H 变做 U， 丢疼的丢。到 H 变做药，可笑的笑。到 H 变做活动的活。到 H 变做胃，抽肺的肺。有人讲抽血，有人讲抽肺，这是腔口的问题。胃，讲这肺就是这胃的发音。胃，A 到 H 变做胃。其实抽血就是这个胃，
月日，几个月的月。E R U 腰到 H 变做要，晓摊的晓，晓物件晓起来的晓。好，因为 H 的变化足济，所以咱就甲 H 做一个练习。伫下骹这10题啊，后壁拢是 H 的，所以免想，就是无遮尔济变化，但是大家听看卖。头前 H 头前的韵母是啥？后壁到 H 就是听看卖到 H 的发音是啥物款？记咧像讲拄久的拄，拄是倒有拄加 H 变做拄，较轻较短的声音拄，所以就是有加 H 变做有，拄久。热人就热的热哇有日有热哇个因为伊毋是热人，伊是热人，伊是热较短的声音，所以是有加 H 就是热。好，下骹第一题尖塔的塔，尖塔的塔。第二会说会会说会第三豆硬会硬豆硬会硬。第四梅会买梅会买。第五海东旧社会社海东旧社会社。第六疼惜会惜疼惜会惜。第七恶解会恶恶解会恶。第八支支拄拄会拄支支拄拄会拄。第九骹热会热骹热会热。第十石头会石石头会石。好，但是写好咱就来看答案。第一题是尖塔塔特就是加 H。第二会说的就是 A 加 H。第三豆硬就是 加 A 还是 A， 就是 EH。第四梅买无买就是有 A 加 H。第五歹东旧社就是所以韵母就是呀加 H 呀。疼惜就是惜就是加 H。第七恶解的恶就是加 H。第八支支拄拄就是倒有有就是 U 加 H。第九骹热就是日热韵母就是热加 H。第十石头石就是支支就是 TS EIOH加 H。这就是第一部分是加 H 的。再来讲到加 P 的，变化无遮尔济。就讲加 P 变做本来是就变做 up 会有啥物煞文E 加 P 变做
单湿的湿，啊 O 加 P 变做 O， 像讲 copy 的 copy， 啊 E 啊呀加 P 变做压，贴的压，啊 T 的有啥物 ？T 的就是喙齿伫头前的，啊加 T 变做啊，唱杀的杀，啊 E 加 T 变做一，即是的是，啊 U 加 T 变做有，有斗的有，啊 U 啊加 T 变做越，小雪的雪，啊过来 ER 加 T， ER 加 T 啊，这甲较头前讲的就是 ER 加 N 烟共款，就是烟会当讲烟 N， 啊叶嘛是原本是叶，但是有懒音的出现，所以叶讲的人会变做讲叶，然后来佫较侪人讲诶。所以像讲下骹即个字啊，设定的设，你讲设定、即三个音嘛拢是正确的。啊，毋过你咧写字的时阵，就拢爱写原本的设定，就是 IAT。袂当写 IET， 嘛袂当写 ET， 因为这是规定，因为大家要写共款的。啊，毋过你会听到即三种声音，即三种声音拢是正确的。后壁加 K 的啊，有啥物？啊加 K 变做握手的握，啊 E 加 K 变做一，色水的色。O 加 K 变做恶，快乐的乐，快乐的乐。啊 E R 加 K 变做乐，摔倒的摔。E O 加 K 变做玉，俗米的俗。好，啊后壁咱就甲后壁即三种，就是加 P 加 T 加 K 的即三种啊，特别摕来练习一下。啊，即三种的差别伫倒位？甲拄则 H 无共款 ，H 就是喙型袂改变，但是 PTK 就是会改变。会改变啊！你听到即个声音，哪像是一声较短，你着爱第一是看喙有关无？喙若是有关啊，定着就是 P， 因为 P 即个声音喙才会关，像讲 A R 到 P 就是 up， 喙着有关。啊，过来 T 加 K 其实较二分，要安怎分？就是你爱听声音，家己念看卖，你的喙齿是伫倒位？若是伫头前，像讲啊，就是啊 T， 若是啊，是伫后壁，喙齿伫后壁就是加 K。所以咱下骹嘛有答题，举例就是值钱的值，值钱的值。值的时阵啊，有啊的声音，啊个伊是较短，喙齿伫头前，所以就是啊，就是 A 加 T， 啊加 T 的音安尼。好，啊第二就是另外一个例就是罚钱的罚，罚有VAT，VAT是伊的韵母 VAT， 啊嘛是共款，喙齿是伫头前，所以 U 啊后壁到 T。好啊，题目的第一题 ，get up 会 get up 会 get。第二，食用的食，食用的食，食用的食。第三，垃圾的圾，垃圾的圾。
第四，老舍的舍，老舍的舍。第五，疫情的疫，疫情的疫。第六，绿目霾的绿，绿目霾的绿。第七，腹肚的腹，腹肚的腹。第八，热情的热，热情的热。第九，继续的续，继续的续。第十，落去的落，落去的落。其实讲实在，我感觉这部分，尤其是 T 甲 K 的差别啦，这应该是上困难的啦。咱先来看答案。第一题热啊，热，热，喙齿伫头前，所以是热。虽然听起来是 at， 不过爱写 ERIAT 安尼，热，热 at， 这三个拢对。不过写的时阵是写同一种。第二，夕阳的夕，夕，叶，就是 E， 喙齿伫后壁，所以后壁是倒 K。垃圾喙有关，所以后壁是 P。老舍呀，ER 喙有关，所以就是倒 P。疫情这喙齿伫后壁，疫，所以就是 E 倒 K。绿目霾甲正常正常一题是共款的。第七，腹肚腹的音喙齿伫后壁，所以是热情热，这喙齿伫头前，所以是热。热热热热，这三个音拢对。不过写的时阵拢是爱写 IAT。继续续EO 喙齿伫后壁，所以是倒 K。落去喙齿嘛伫后壁，所以嘛是倒 K。好。过来一个练习，就是甲所有的入声的韵母，就是 PTKH 这四种人做伙哦，听看卖，看到底啥物是喙型无改变的，但是声音较短到 H。其他三种就是 PTK。举例就是车字、车字、车。车就是甲呀，其实共款啦，但是声音较短，所以是呀，就是到 H。杂就是喙齿伫后壁，所以是到 K。第一题，落擦落擦。我拄则讲毋对去，落擦的擦，落擦的擦。第二，好食的食，好食的食。第三，物件的物，物件的物。第四，试落去的试，试落去的试。第五，触体的体，触体的体。第六，徹底的徹，徹底的徹。第七，學習的習，學習的習。第八，職業的業，職業的業。
第九，提早的体，提早的体。第十，不及格的不，不及格的不。好，咱来看答案。第一题六七八，就是喙齿头前。好，食喙型无改变，但是声音较短是食呀。物件咪嘛是喙型无改变，所以到 H。试落去试，这嘛是 H。触体 A， 这喙型嘛拢无改变，所以到 H。贴底贴，这喙齿伫头前 A， 会记是 IAT 哦 A。吸，喙有关，所以是 P。即压，喙嘛有关，所以一定是 P。提早体，这喙型是无改变的，所以是到 H。不及格不，迄喙齿伫头前，所以是到 T。好，过来啊，大家家己会用用下骹的网链啊连过去看觅，就是咱学到呾着甲所有的拼音，就是声母甲韵母拢学过啊。差伫倒位还袂学着的，就是声调，所以咱即摆还袂学着声调的部分。毋过基本上所有声母、韵母，咱会当甲所有声音拢拼音拼出来啊。要安怎甲家己训练一个，咱会当随机啊产生一个拼音来讲看觅。咱先选无声调的，像讲即个诗甲央。要安怎念就是香，过来，这是吃甲伊，就是青，这是无枵喵，这是讨甲叶切，这是刀烟电。科压卡个盐嘛有可能声母是无的，甲 n 就是 n。好甲暗含，这大家会用家己去练习看觅，若是所有的拼音你看着拢念会出来，伊就是出师啊。当然，这就是上基本的部分，就是知影声母甲韵母。咱后摆开始会学声调，台语的声调是足丰富的，比华语的四声调佫较济。今仔日的部分啊，就讲到这，毋知影大家敢有啥物问题？好啊，若是无问题，咱就到这结束。